頭先有講就有關於咧係審計報告喎，其中有一個嘅題目啦，個報告咧就係審查就有關於食環署嘅街道潔淨服務。頭先都提到啦，佢哋就去到3個分區環境衛生辦事處啦，咁啊睇咗2023年12月啦，同埋2024年9月一啲外判街道潔淨服務嘅每日值勤記錄啊，咁啊發現喺街道潔掃啦、街道清掃啦、一啲溝渠嘅清理啦、即係海報清理等等呢啲服務咧，喺部分嘅日子啊，承辦商人員嘅值勤規定咧係冇完全遵從嘅。不過食環署都有回應到啊，承辦商交俾署方，即係食環署嘅值勤冊入邊咧，全部工作咧更次咧，實際上咧都係有工人係值勤嘅，咁亦都有獲得提供所定嘅最低數目嘅承辦商人員，咁就話咧係由相關承辦商交俾食環署嘅每日值勤記錄咧係並唔準確，未能夠反映有關嘅值勤情況，係涉及到個記錄問題，就唔係話真係個工人係冇值勤嘅咁。頭先同阿梁熙都講到有關於一啲食環署啦，其實頭先呢啲嘅外判街道潔淨服務咧，佢都話可以有好幾點咧，同大家講下睇到有啲咩問題嘅咁。繼續同佢傾下立法會議員梁熙，早晨。Hello， 蕭亞文你好，大家聽眾大家好。係，你頭先話有有成10個問題可以即係睇到或者講出嚟係嘛？係咁嘅，因為我哋就覺得咧，有時做清潔啦，其實好難係真係用冷冰冰嘅數字嚟去決定係咪佢係唔合格咁樣，因為有時喺最前線咧，你會見到嗰啲清潔工人真係喺好惡劣嘅環境嗰度工作，但係都非常之敬業。咁所以其實我哋今次見到報告有好多係無論甩碌啊，或者係數字唔理想嘅情況啦。咁我相信如果食環署係能夠逐一去解答嘅話咧，係可以爭取翻市民嘅信心嘅。咁我都簡單去講翻，我覺得有幾點係值得去留意嘅。咁譬如話科技方面嘅執法，嗱，佢喺度有審計署嗰度有講到話咧，有啲違例者係屢次干犯同一個罪行，但係食環署咧就冇按指引俾佢哋係檢控，即係俾傳票佢哋。咁啊點解咧？當時食環署就話咧，因為喺現場咧就唔能夠證實呢個違例者係咪重複呢個犯案嘅或者犯例嘅，要翻到 office 去 check 先至得。咁大家就覺得，喂，我哋2025年點解仲要翻到 office 先 check 得到咧？咁好啦，翻到 office check 到之後，點解又出唔到呢一啲咁嘅告票咧？呢一個係值得去了解嘅，係資源唔夠定係點樣樣咧？咁嗱，呢個係第一。咁第二咧，就係承辦商咧，有好多時候就係違規咗之後，過咗好多日，食環署先至出呢個通知書，最長係114日。咁點解會係有咁嘅情況咧？係咪即係當局係容忍佢哋嘅唔合規嘅操作咧？定係有其他嘅原因咧？咁第三點我都係留意到，好值得去即係睇嘅，就係咧有37個地方係問題地方，即係意思就係好邋遢啊，好多嗰啲咁嘅亂抌垃圾嘅情況啦。一直都已經擺咗喺報告入邊嗰度嚟，係一個問題地點嚟嘅。但係有60%嘅地方都冇裝到攝錄機喎。咁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咧？攝錄機亦都唔係好貴啊。好啦，第4點值得去留意嘅，就係話咧，恆常嘅街道清潔咧有服務失責嘅情況。譬如話去特別有去研究咗2個分區啦，係有高達成50%嘅情況咧係冇按計劃去清洗咧，呢個值得都係要去理解一下。咁第5點啦，就係咧有投訴嘅機制，但係冇相應嘅監察機制。因為早前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有一個機制就係喺度投訴邊度係有一啲譬如話亂抌垃圾啊，或者好惡劣嘅一啲衞生環境嘅地點啊嘛。咁佢就總結咗39個地點，呢啲都係市民反覆投訴，跟住真係好惡劣嘅地方咧，佢哋列咗39個地方。但係咧，佢哋係冇將佢納入去專責小隊嘅日常監察嗰度嚟嘅，即係有一個咁嘅機制係投訴，但係冇監察嘅機制。點解會咁樣樣咧？係咪會俾人感覺上管理有啲鬆散咧？呢個係值得去繼續跟進。咁第6點就係人手嘅分配都好奇怪，點解咧？因為有3個分區咧，佢哋嘅負責嘅一個區域啊，譬如話講緊係東區元朗嗰啲咁樣樣，係成58個嘅。咁但係深水埗咧，佢哋一個小隊淨係負責2個分區嘅啫，即係講緊哇差唔多成30倍喎。不過佢呢個有解釋嘅，其實佢話2個點嘅就已經涵蓋咗成10條街同埋9條街嘅範圍啦。實際上等於其他分區嘅19個個別
嘅地點咁。所以咧，呢啲所有嘅冷冰冰嘅數字，正如頭先你所講，係好難去真係確定佢係咪真係做得唔好嘅喎。咁所以呢啲我相信食環都值得出嚟去逐個去解釋啦。咁然之後第7點都值得講下嘅就係咧，人就加咗，但係成績唔知點解差咗喎。就係2020到2024年咧，佢哋小隊嘅人數由158人加到211人，咁但係平均嘅檢控每個人咧就由105張減到97張，即係人加咗，但係成績差咗。咁固然最理想嘅就係話，因為成個城市都的而且確係乾淨咗，冇以前咁誇張啦，咁所以就減咗。咁都要出嚟去解釋下嘅。呢點咧都講下，譬如你自己觀察到咧，即係點解個人喺嗰啲嘅專責執法小隊啦嘅成員數目係多咗，咁但係發出嘅定額罰款通知書嘅平均數目咧，係會少咗嘅咧？係咪真係好似你咁講，真係乾淨咗，咁咪呢啲告票咪發少咗咯？咁你自己現場觀察或者收到一啲前線或者街坊嘅睇法又係點？我嘅睇法就係的而且確咧，嗰啲衞生黑點係有改善咗嘅。咁所以可能嗰個數字睇落去冇咁靚仔，但係當中呢個報告裏邊有一啲情況係的而且確反映咗現實，就係咧好多時啲街道嘅清潔咧係冇按佢哋嗰個時間表嚟去行，又或者有一條街係好耐都冇清潔到。咁係有好多啲街坊去反映咧，就話我條街點解成日都唔洗，但係對面嗰條街就日日喺度洗啊！嗱，呢個情況我見到係反覆咁樣咧，係出現一種咁嘅亂象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嗰啲衞生黑點的而且確，我覺得係有好到，又或者係話之前成個即係大行動就係話整治無論係清潔啊，或者係霸街嗰種情況啦，霸街亦都係有一個改善嘅。嗱，你講埋另外嗰2點啊，我見你仲有應該你有10點啊嘛。跟住其中有一點就係話咧，嗰個內部嘅電子化管理其實係有個問題，因為有啲分區咧係話佢哋有150次嘅巡查都冇輸入去個電子管理系統啦，佢哋亦都冇嘅喎，點解會係咁樣嘅咧？即係開發咗，跟住然之後又冇用好佢，係咪監管不力咧？咁樣，跟住最後咧就係有 up to 50% 嘅巡查咧。佢哋嘅報告係冇喺呢個限期之內咧，係去提交嘅。咁有啲係高達17個工作日之後嘅17個工作日，好多差唔多成個月嘅咯。咁所以其實呢一啲問題都係值得當局嚟去解釋一下點解會有咁嘅情況。但係我相信背後亦都有好多人性化嘅操作。因為的而且確嗰啲清潔工人真係喺一個好惡劣嘅一個情況下工作，所以我諗喺呢方面都係難以淨係用數字嚟去評估佢哋做得係咪好差。OK， 嗱，審計報告入邊咧，其中提到一樣嘅，咁就話而家根據嗰啲嘅街道潔淨服務合約啦，就承辦商咧就要提供鎖定數目嘅巡查隊做一個自律質素巡查，去監察啲工人喺即係嗰個街道潔淨服務做成點啊咁就話發現其中一個分區嗰個環境衛生辦事處嘅9隊巡查隊入邊咧有5隊1星期內都冇做任何嘅巡查嘅咁，你自己本身了唔了解原來有一個叫自律質素巡查嘅隊伍嘅咁，同埋而家審計署嘅發現咁就話即係有一啲嘅分區嘅環境衛生辦事處啦咁可能有一啲隊伍啦，部分隊伍啦就都成個禮拜係冇做巡查呢一個嘅情況，你自己嘅睇法係點，或者你過往了解又係點嘅咧？其實過去一個最明顯嘅一個案例就係、就好似如果大家喺網上面見到都係瘋傳嘅，就係、有一啲外判商做清潔嘅，然之後喺嗰啲街嗰度嚟，尤其喺嗰啲燈柱上面咧，自己去貼街招，跟住影幅相，自己搣落嚟又再影幅相，重複咗10幾次，跟住然之後咧就俾人哋都爆咗，原來咧佢哋係要滿足呢個 KPI，咁即係貼嗰個為例，咁去貼呢啲咁嘅poster 嘅係佢，搣嘅又係佢，咁呢一個就正正係自己去 report 嘅一個 system 出現咗問題，咁所以其實咧有呢個 system，我覺得係好嘅，咁但係不斷喺度出緊我哋納稅人錢嘅一啲工資嘅一啲公務員啦，或者係食環署嘅巡查人員啦，必須係要發揮好到佢哋自己嘅一個監督嘅一個能力咯。OK， 不過頭先你講個個案都可能係一啲個別情況啦，咁係冇錯。嗱，另外審計署入邊咧都有個數字嘅，2024年7月至到9月期間啦，有82%嘅投訴熱點就未納入咧。頭先提到我哋叫嘅專責執法小隊嘅監察，你東區嚟講咧有冇都留意到專責執法小隊嗰個執法係唔係即係監察正嗰啲嘅投訴熱點嘅咧？會唔會有啲投訴熱點好多人投訴嘅，或者即
即係去到黑點咁滯㗎啦。咁嗰個嘅即係一啲潔淨小組嗰個執法。又係咪去到嗰度咧？咁有冇睇到呢一個專責執法小隊嗰個執法嘅成效或者工作係點樣？喺東區同埋灣仔嚟講法咧，最關鍵嘅嗰啲黑點咧，其實我哋見到係有一個好大嘅改進嘅。咁所以正如頭先一開頭嘅時候咧，我就覺得話我哋所接觸到嘅食環嘅隊伍真係好專業喎。同呢個報告似乎係有一啲出入喎，咁所以我都係相信食環署之前咧，即係同媒體或者係同市民去講翻話，嗰個報告裏邊嘅數字同埋佢所收到嘅現實嘅情況，可能係有出入。咁嗱，所以我哋就係必須要睇翻點解會有呢個出入咧？點解審計署嗰個報告同埋食環署自己收到嘅報告係會有分別咧？我諗呢一個係成件事裏邊係值得去拆開嘅一個謎團。另外，就講下一啲打擊亂拋垃圾啦，即係一啲嘅監察鏡頭嘅情況啦。咁啊，審計報告就話咧，就食環署打擊一啲非法棄置垃圾咧，有啲嘅即係改善嘅地方。其中3個分區呢一個環境衞生辦事處咧，一共有49個嘅地點咧。上年7月至9月咧，經網絡攝錄機咧偵察到有非法嘅棄置垃圾。咁啊，當中有39個咧都冇係被納入咧食環署嘅專責執法小隊嘅情況報告之內嘅。咁啊，其中有8個嘅非法棄置垃圾。最嚴重係去到成2000幾次嘅。咁咩叫情況報告咧？就係會列出咧有亂拋垃圾啦，並且係符合咧特定準則嘅地點詳情，係俾呢一個嘅專責執法小隊頭先提到嘅去做一個監察嘅。咁啊，另外咧仲有個發現係咩咧？就話截至上年12月啦，3個嘅環衞辦咧喺45個地點都裝咗同埋運作咗攝錄機超過半年。咁但係就話22至到24年間咧，各個呢啲環衞辦就算每個地點發出嘅定額罰款通知書同埋傳票咧，係介乎0至到341張不等。有7個地點係冇發過通知書同傳票嘅咁。咁由食環署都有回應嘅，就其中提到部分嘅攝錄機係為咗以相對低嘅經常開支達至持續阻嚇作用，咁因而係冇安裝或者係運作嗰個嘅攝錄機。咁就話認為要顯著改善衛生咧，係唔一定要調用所有嘅執法工具，並且提醒咧人員係每季檢視攝錄機嘅調用情況。頭先提到話攝錄機嗰個部分咧，你自己點睇？即係有一啲係幾年嚟都係有影住或者有個機喺度嘅，但係就冇發到定額罰款通知書，呢一個情況點睇？係其實呢一啲咁嘅點咧，佢哋嘅執法難度就係唔能夠淨係靠一個影像，然之後嚟去發出告票，而係要現場就係真係斷正，哇！你喺度抌落去嗰個黑點度喎，即刻捉住佢。咁所以咧，除咗我哋係要睇話呢39個地方咧。係有投訴，但係冇呢個咁嘅專責小隊之外咧，更加係要睇嘅。我認為係要究竟食環有冇安排到放蛇捉人咧？咁如果係完全冇嘅話咧，咁就真係失責啦。但係如果有嘅時候咧，但係可能有時你真係喺度捕嘅時候捕唔到嘅時候，佢都情有可原。咁究竟係咪食環署係唔夠人嚟去做咧？咁肯定都唔係嘅。平時我哋去街市成日基本上隨時去嘅時候，我哋都會見到一啲食環署嘅工作人員喺度嚟啦，咁所以其實人員係一定夠嘅，咁但係究竟有冇去放蛇咧？如果冇嘅時候，未來真係要做多啲，因為的而且確而家我哋去嗰啲有 camera 嗰啲地方，的而且確喺下面都係會有一啲咁嘅垃圾堆積喺度嚟，只不過係多定係少嘅問題嘅啫。咁所以呢方面係必須要得閒去放蛇。好啊，唔該晒梁熙，同你傾到呢度。